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位即摆当咧停职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洪指控，做立委的时阵涉嫌诈领助理费，一审妨用贪污罪判刑7年4个月，二审的判决大扁盘。高庭法院今仔日是判高虹安的贪污罪撤销，敢若用伪造文书，甲判刑6个月，阁会当换罚金。这嘛代表高虹安会当来恢复就市长的职务。高虹安讲，伊会赶紧回归市长的工作。会担心证人的证词吗？新竹市长高虹安的贪污案经过当外来审理。高院2审推翻1审的判决，宣判和10几年来长期累积过无数个助理费案的判决主流稳定见解有非常大的差异，更是前所未见。去年7月，高虹安1审被重判，被认为是贪污犯，被暂停市长职务。回过1审，台北地院依照贪污甲伪造文书判高虹安7年4个月，并且褫夺公权4档。2审上诉到高院法官撤销原裁定，今日依照公务人员定在不惜判6个月，会当改罚18万，代表高虹安会当服刑。编列立法委员公费助理经费，是补助立法委员问政需要所需的财力不足，本质上是属于立法委员补助费的性质。高虹安等人就欠缺了贪污治罪条例诈欺取财的故意。即马2审改判高虹安虽发表声明，表示高院明确认定伊伫案件中并无贪污，将会赶紧完成复职。有关高院该轻判，检察官会当上诉。因为高院的见解认为助理会补助的问题的方向不明确，为了这个要把它厘清，也曾经做过释宪的这些请求。同时，我也要再次重申，我没有贪污不法，希望能够尽快还我清白。被打一个贪污犯的标签，伊甲爸母会师咧。高院即卖判决推翻1审贪污的判决，伊即卖暂时会当送一口气出来，准备要回归市政。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